这样两头烧腊子实在是真惨了。但是我老实讲，这真的替高雄那一帮大概这3个月就停摆了。所以有时候市政哦，或者有时候还是责任来。当年讲说有副市长，那有副市长，那以后都不要选市长。那我想请教一下，你怎么看现在韩市长要请假来打选战？那还有工党议员呼吁说，蔡英文应该也要请假来投入选战，来拼连任，不要来滥用这个国家的资源。韩市长要放假，我是很羡慕的。我每天7点半他坐在这里开会啊，我这样哪一天24小时啊？我觉得他这样两头烧腊子实在是真惨了。但是我老实讲，这真的替高雄那一帮大概这3个月就停摆了。其实我跟你讲，这都不是。刚才在讲朱立伦啊，朱立伦是第2个。坦白讲，朱立伦一开始也不是很想选，但是被搞到犯罪的。有时候坦白讲这些都不是正常国家该有的现象啊，只是说我觉得不是正常的国家就算了，越来越不正常，而且是凸显。我跟你讲我个人对要不要选总统，一直到最后还是犹豫不决呢。当然，老实讲，炒高菜高虽然是我知道整个知识界或者是产业界都要做交易，但是你看看我们那个第一国菜市场鱼市场140亿，流标2次。我跟你讲，我再去选总统，保证这骗我了。我华南市场，我在南门市场年底要开工啊！我要没有坐在这里盯着，你看有没有办法开工？所以有时候市政或者有时候还是责任来的。那华南市场摊商也在炒作，要不要过年后再搬进去？我还是主张过年前搬。为什么？一 delay， 我整个2期的工程全部要慢掉至少慢10个月。所以那种几十亿的工程1个月要多少钱？都是钱的。所以有时候还是责任的。我会觉得1天24小时的，所以我都替高雄说哇，那高雄这样有点难。当年讲说有副市长，有副市长，那以后都不要选市长。不是正常国家该有的现象啊！坦白讲，那都已经到这里了，怎么办呢？是要把它走完。那我想请教一下，那你认为说蔡总统也应该要请假打选战吗？看他吧，这个是他自己决定的。我自己去年选举做到最后15天法定的这个时间才请假去选。我选到差点挂掉了，后来人家说我想不到挂掉，那我们选举都完全不当一回事。坦白讲我后来自己把握，事后想，你知道吗？选举还是一个专业，它还是有一个过程。没有像我这么多大的，到选台北市长，到真的工作到最后15天，他说今天工作到最后就是去选举，然后15天就去选举，这实在是坦白讲，有时候还是不切实际的。